各位兄弟姊妹，风台天，大家拢有平安无？感谢阿罗主，咱做伙来敬拜上帝，请奏乐。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迫切追找你，亲像地空旱无水。我的心神喙焦较无你，我的肉体幸无你到要分去。所以，我伫圣所找你，爱看你的权能甲荣光。我的喙唇要学了你，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咱做伙来唱圣诗140首来学了上帝。圣诗140首，耶稣的手扶持我，请起立。Amen.
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全能的爸，愿感谢阿罗你，伫一日过一日中的中间，阮拢知你有甲阮同在，而且赐阮侪侪稳定甲真理。感谢你保守阮光复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平安度过这个风台天，也保守伫这3年中的 COVID-19 疫情中，虽望有过来兄弟姊妹确诊，总是你有缘平安带阮经过。我嘛要感谢你，伫这个暑假中间保守阮出入内外拢平安，甲厝里的人有真好的交陪。即马已经陆陆续续开学。恳求上帝，牵阮的细囝的手，互因伫学校有好的学习，甲好的行达。亲爱的主，求你顾守阮的家庭。现代的社会中有真侪引诱，阮只有倚靠你，才有法度赢过遮个歹。特别是阮所讲的话，求你教示阮安怎讲话，互阮伫讲话中间互相造就，彼此相听。阮也为了光复教会来祈祷，求主帮助阮，互阮所推行的 RPG 祈祷小组，也是传福音的幸福小组，拢会当同心合力，大大有功效。万军的耶和华，大权能的上帝，阮知这世界的历史伫你的手中，逐款的权柄嘛对你遐来。随望伫逐种的新闻中间。阮看到战争，看到诈骗的案件，看到气候变迁，还佫有各国的物资拢在起价，总是阮的心安稳自在，因为你是阮的大牧者，阮倚靠你就无迟到欠缺。这个时阵，阮要安静阮的心，恭恭敬敬，将阮心内底所意爱的。所看到的，拢摆列伫主你的面前。慈悲怜悯的上帝，求你听阮恳求的声，替阮开路。阮也要伫遮来承认阮的罪过，通过圣餐，阮要阁一遍领受对你来的救恩。感谢阿罗主，你的赦免甲安慰。互阮会当勇敢向前行。主啊，当饥荒、战争、瘟疫、地动一项一项一直来的时阵，阮要群对你，愿主耶稣紧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是咱来读启应文，启应文。第44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第44篇，因为上帝讲，着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的罪罪已经行清楚。有声话讲，就伫旷野准备上帝的道路。逐个山谷拢要吞落田，弯弯的要解互直。上主的荣光一定显现。上主有安尼亲嘴宣布，有啥讲，你着宣布，着讲人拢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报好消息，互失安的人啊！
着上关山。着大声喊，毋免惊。看，至悬的上主要带大官灵来临。看，伊抢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伊要带遐个护羊仔属灵的羊母，稳稳啊行。咱即时来唱圣诗136首，圣诗136首，耶稣做咱牧者，请大家起立。即时来看上帝的话，第一段的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约翰福音14章27节安尼讲：我将平安留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我赐互恁的，甲即世间伫互人的无共款。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嘛毋通惊吓。约翰福音16章33节安尼讲：我有将遮的代志甲恁讲，是要互恁伫我内面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毋过着勇敢，
我已经打赢世间。愿主耶稣的平安常常甲咱伫地。煞接圣歌队要带来赞美，因要唱的诗歌是《开我目睭，互我看见》。即是讲道的时间。本堂黄牧师要带来的信息是论平安第2讲，主耶稣的平安。兄弟姊妹平安。这是咱伫聚会，也是咱三见面的时阵，咱常常会用平安来请安的一个习惯。所以请安，希望对方会当来得到平安。
有时离别的时阵，咱嘛用平安来互相祝福。现在我发觉毋是咱教会人也毋是基督徒的人，伊嘛是会用平安来互相请安。所以平安呢，渐渐若是伫咱教会，就是一个互相请安的一个形式。伫众人中间，嘛拢跟期待请安，用平安。所以会用平安，互大众会来成做一种请安的形式，也表示讲其实每一个人拢希望会当有平安。那总是呢，伫咱即个用平安请安的时，我相信伫咱心内底有一个期待是无共款的吼。到底平安是啥物？你祝福对方什么叫平安？希望大家当你问平安的时阵，伫你心内会马上，伊当你请安的想法，甲你想法可能无共款。若是了解你的情形，伊可能会将你的需要的平安带你请安。但是伊若是无了解，用平安的时阵，可能伊想的甲你想的可能佫无共款，期待无共款。咱要用几三遍的讲道来讲到即个平安。因为即个平安伫咱基督徒中间，这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安尼吼，差不多是咱的差不多非常普遍的一个用词。但是到底平安是啥物？咱来对圣经来了解。若无时阵，众人拢咧祈求平安，众人拢期待平安，无论基督徒还是毋是基督徒。但是咱若是基督徒，到底咱得要对圣经内面来了解平安到底真正意思是啥物？顶礼拜咱有用较侪时间来讲起平安的一个意义。Shalom， 这个平安包含几个方面，包含咱所徛起这个外在环境一种安全、和谐、无伤害、无危险的一个环境。现在我相信咱无感受到平安，因为你若拍开的时阵，你就常常看到中国迄边遐无人机伫咱周围飞来飞去，所以呢，逐工都安尼国内国外拢咧烦恼讲，啥物时阵要有战争发生？什么大海的两化，这是现在差不多世界上危险的所在安尼。所以咱是伫即个环境内面，你感觉无平安？所以呢，即个平安是一种外在环境，一个无战争、无纷争的一个情形。那嘛有可能是人伫社会内面的混乱，嘛可能即个平安是希望无即个病毒，无 COVID-19，无即个传染病伫咱周围，安尼有平安。现在咧，特别要搁起来，你会感觉讲哇，安尼可能较无平安啊，因为即个可能感染的人搁愈来愈侪。当然无需要搁烦恼讲哇，咱即马做诶毋知搁停诶袂，心内头迄个无平安。即个无平安有可能人社会，也是讲你环境中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嘛有兄弟姊妹咧分享讲，伊伫工作上嘛为你带倒，因为即个同事中间有一个紧张的关系，竞争，拜托啥物人，拜托啥物人，上班的所在无平安。所以这是平安是咱有一种的安全、无伤害、危险的环境。平安嘛是包含咱无有欠缺一个富裕的一个情形，这包括伫物质的方面。所以你即马拍开这个媒体时呢，感觉讲哇，现在世界饥荒啊，安尼。中国大陆佫有抗旱，这抗旱佫会影响这个收成。那现在呢，可能乌克兰甲苏联的战争，这个粮食运袂出去，就有世界饥荒所以这个粮食慢慢起价，就迄个就真欠缺。那所以呢，咱嘛感觉讲，咱就毋来食会饱袂？过去咱拢感觉，你食饱袂一个清安，那食饱迄就是平安。可能拢长大过你就知影大拢食饱，但是清安就是食饱袂，表示毋是讲你真正食饱袂，即马就是讲迄一个清安的一个口头，有食饱就是平安，平安咯，食饱吼。当然，咱现在对即个食饱即种的概念佫无共款。因为咱即马期待毋是敢食饱，会当食了健康，食了好的滋味。平安嘛包含咱是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无遗憾，会当完成咱想要做的代志。所以伫咱人生的中间，会当完成上帝予咱的使命，结出即影响别人好的结实。平安
对咱个人来讲，咱感受上该深的就是咱的身躯的健康有健康就有平安。但我发觉，还有一个个人中间，毋但是身躯的健康，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意志嘛是要健康。所以咱即马真正讲去躺平，单凭有平安无？无啊！着人好好啊，着真少年啊，着真健康啊，但是都无啥物意志啊，无要奋斗的意志，心灵软弱，这嘛是无平安。因为即种的躺平，有可能带来互社会，也是个人，也是家庭有真大一个困难。咱可能无欠缺，但是呢，真不如生活嘛真好，但是伊就忧郁症，你嘛想袂到什么问题，所以伊的心灵嘛是真软弱。所以兄弟姊妹，伫真正平安的状况内面，有可能影响咱失去平安的一个因素。咱是一个真大无平安的内面，这是咱生活一个实况。所以当咱每一个人来请安讲平安哦。这个平安的时阵，到底咱有偌大的一个期待？可能别人带你请安，希望你平安的时候，你敢毋知我这嘛是偌大困难？然后讲一句话，敢若对我无啥物大影响。实际上，你无了解我的困难，我真正是无平安。兄弟姊妹，这是咱每一个人面对的实况。今日咱要针对这方面来探讨平安。伫咱现今咱的社会，也是咱生活中间所拄到的一个矛盾的情形。首先，咱要对圣经来思考平安，所以大先对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啊，所以既然是选民，应该是上有平安的。上帝甲因三甲同在祝福因。但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是充满苦难的历史。上帝的选民，伊的历史充满苦难。因伫埃及做400年的奴隶，这是绝对无平安。因进入到迦南地内面，但是伫士师的时代，因受到别个国家、周围国家一个压制，真无平安。因上界丰盛的兴旺的时阵，是伫大卫甲所罗门王。圣经讲到。所罗门伊甲别个国家和平相处，然后全国的百姓拢过着真和平的日子，社会真公正，久顿无战争，所以对因来讲，这是外在环境的一个和平的时期。这个和平的时期无真长，后来所罗门过身了后，伊这国家就分裂，然后慢慢离开上帝，然后政治社会。开始混乱，当然就无平安啦。然后这个假先知诱惑上帝百姓讲，咱是上帝的选民，所以呢，虽然有这个国家这个侵犯，咱有平安有平安，但是先知讲无平安啦。离开上帝，社会混乱，国势慢慢衰弱。虽然是上帝的选民，但是无平安。这个是常常咱咧讲的一个情形。平安哦，平安哦，无问题。咱是上帝的百姓，咱是基督徒，上帝甲咱三甲同在，拢无问题，代志拢会当解决。我若是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我感觉讲，这种的话，就小可有保留啦。平安平安，但是无平安。后来以色列人，先知就对因来讲，咱。无平安，后来有一位真正会带予咱真正平安的要来，所以以赛亚伫这个所在有言讲，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有一个囝赐予咱，伊要来统治咱，伊要称作和平的君王。和平的君王就是平安的君王，所以呢。以色列人因伫古段历史中间，虽然是上帝的百姓，其实无平安。直到因望一位就是和平的君王要来，然后咱进入到新约。所以新约整个意义、平安的意义，转变是上帝的拯救的行动、救恩。
所以平安是甲救恩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然后救恩是甲这个有言的弥赛亚和平的君王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只有伊来，才会当带来人所期待的和平。路加福音第1章讲到，上帝是慈悲温柔，伊要互救恩的光照伫咱，伊要对全天光照活伫死荫的人。死荫就是表现无平安，死都啉够啊，当然是无平安啊。所以意思就是讲，伊亲像光照伫咱伫完全无平安的状况的情境内面的人，然后伊讲要引带咱行到平安的路。啊，这就是和平的君王来所要带互咱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先知所预言和平的君王。以弗所书甲使徒行传拢讲到，主耶稣基督所传的，以及这使徒所传的福音是平安的福音，和平的福音。所以咱若是传福音的时阵，咱来用这个概念带出来。这个概念若是你著信耶稣就好。信耶稣本身其实伊是平安的主，所以咱因为信伊，咱要得到平安。平安代表咱主耶稣基督传扬信息的内容甲目标。所以你若读四福音的时阵，其实主耶稣基督伊所讲的、伊所做的事，拢是甲平安有一个关系。所以伊医治人啊，所有病痛来到伊面前，伊就医治因，恢复因的健康，这是平安。果子边仔的一个妇人人，主耶稣基督甲伊交谈，知影伊是安尼互社会拜帖，伊是得撇人群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来甲伊讲话，表示对伊的接纳。然后，这个妇人人，伊转到伊的社会中间，然后重新转到伊的社会内面，伊会恢复伊的自尊甲伊的价值观念。所以，伊要医治伊的病痛，但是伊的问题就是甲人的关系失去平安。伊有5个丈夫，然后伊感觉非常见笑，然后这个妇人人后来伊转到伊的社会底下宣扬讲，我拄到一个人，这敢不是弥赛亚吗？主耶稣基督甲罪人来往，罪人是互拜帖的，是感觉无清气的人，但主耶稣伊甲因相同食饭。主耶稣基督呼召无同款属性甲背景的人，成做伊的学生。这个人拢有无同款的背景，无同款的倾向，无同款的个性。那伫咱社会中间，应该是互相隔离啊！我甲你都袂合，个性袂合，目标无合，啥物拢袂合，所以咱是无同款的人隔断。但主耶稣基督来拍破一切人甲人中间无平安的隔膜。主耶稣来，伊要敲找流离失所的人，要将因找倒转来，互因重新来甲上帝建立关系，互因的生命开始一个新的意义。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所做一切，拢是甲平安，咱讲的shalom有真大一密切的关系。然后，伊所做拢是显明一种平安的调头，显明伊就是和平的君王，和平的领军。然后，伊嘛是看免咱对伊的人，咱着爱促进和平，咱着爱有盐的作用，然后彼此和睦相处。这就是平安。咱姊妹讲到这个代志的时阵，咱就知影讲，其实真正咱是明白这位和平的君王，咱真正信主耶稣基督，都是期待有平安。即摆咱要进入到一个问题，在历史上，以色列人的历史充满苦难，无因为伊是上帝选民引导平安。今日咱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咱嘛常常陷落伫无平安的情形，其实事实的情形，主耶稣基督，伊虽然是和平的君王，但是伊伫迄个当时所认为和平的世代，罗马统治的和平的世代，黄金时代，伊受定十字架，伊比正人受更加大的苦难，
对人的角度来看的时阵，主耶稣基督受到上界无平安的对待，生活伫上界无平安的结局内面。咱要怎样看这个代志？主耶稣基督讲：“我来是要互家庭因为信仰失去平安。”所以，兄弟姊妹，这有一寡矛盾，因为咱期待真大平安，咱期待社会内面所有这平安的定义，但是其实事实上，敢若无照这种期待来发生。后来，这使徒因传了福音，除了约翰以外，其他人差不多历史记载拢顺道。因传了和平福音，但是因顺道无平安。教会受到困着，对主忠诚的信徒嘛是受到困着，所以宣教士的血泪，宣了福音，但是因必须血泪经验迄个血泪的苦难。以色列人因漂流世界2000年，无论到什么所在，伊拢行在迄个无平安、惊吓、受困着、受安尼赶出的一个情形，甚至伫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害600万。现在虽然复国，但是呢，伊周围拢是安尼对因足敌对的国家安尼，所以嘛是无真大平安啦。教会伫现在受当地政府无共款的教派宗教压制，安尼反对。咱所有基督徒，咱已经信主，每一天咱嘛面对真侪困难啦。咱嘛有真侪健康的问题，咱嘛有心灵平安的问题。咱有真侪兄弟姊妹，伊嘛是爱食一寡焦虑的药，要困嘛是爱食一寡定情安眠药啊。兄弟姊妹。伫咱看，敢若身躯心灵无平安。咱期待希望凡事会当亨通顺利，咱嘛常常安尼祈祷。一真大变动的时阵，上帝敢若三甲同在安尼。咱期待嘛是咱家庭和谐但是敢若即种情形，咱嘛面对真大的困难。咱期待平安嘛希望咱祈祷得到平安，有时。咱嘛希望讲牧师替我祈祷一个，互我较平安的吼。这是为着无共款大道的事项，无共款的需求，无共款的无平安的因素来祈祷。所以实际上，牧师心内嘛小可安尼无啥平安啦。若要安尼讲的时阵，上帝甲你同在，上帝一定祝福你，上帝一定解决你的问题。咱就倚靠上帝，逐项都无问题。冲破一切苦难，冲破一切问题，经济得到改善，祈祷的时阵健康得到健康，所以平安，平安。即摆现在我都无啥敢讲，就像那像迄先知讲的，平安咯，其实无平安，一直存在。所以伫我内面，小可有一个矛盾。所以后来我去进修一个课程的时阵，我就用平安做我研究的对象。到底平安是啥物？迄个课就是要安怎互你心灵健康啦，安尼，所以我就想讲，我都心灵无健康啊，我拄着对象嘛无健康啊，兄弟姊妹嘛无健康啊，问题了安尼，所以我就要去探讨到底平安是啥物。我嘛足需要平安的，做咩想要了解平安的？但兄弟姊妹，伫咱思考中间时，我相信咱会当真诚实来面对这个问题，平安。主耶稣基督伫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内面，主耶稣基督讲一项：恁伫世上有苦难，所以恁得爱勇敢安尼。所以表示爱勇敢，就是讲恁伫世上有苦难，你充满忧愁、惊吓，恁得爱勇敢。兄弟姊妹，然后伊阁讲一项，伊讲我要赐予恁的平安。毋是这个世间会当互恁的，这个世间袂当互恁平安。伫世上有苦难，这是咱现今所面对，也是所实际经验的这样代志。意思就是讲，世上无平安，世界其实是制造苦难的所在。
毋若无法度赐予咱平安。这个世界甚至是咱失去平安一个因素。这个世界只会加添咱苦难。姊妹，所以咱上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我要互你的平安，毋是这个世上的平安，但是咱其实一直咧祈求世上的平安。所以咱世界有真侪这专家来处理各种这个问题。咱若无平安的时阵，咱会去挑找这个世上所有这专家来，互咱平安，解决咱的问题，希望咱能得到平安。现在咱来看整个世界局势的时阵，你会发觉有一个真大情形问题。咱希望政治家会当负起责任，带互咱平安，但是就是政治家互咱世界混乱吼。安尼无共款的政党，无共款的治理，安尼内面真侪纷争。无论对一党起来讲理，拢是共款，因为另外一党就是在野党，也著甲你对立。安尼，世界有名的领袖，因咧处理世界的代志的时阵，大国家的政治家，后来伊是制造纷争的一个来源啊。因若莫处理，可能大家变成拢较安全了。所以现在制造世界一个整个竞争威胁。全世界有无数个经济学家要来拟定，无论是国家还是世界这种的经济的政策，发展经济。但是今仔日世界已经摇摇欲坠，要面对这经济大崩溃的情形。有人讲吼，10个经济学家拢会提出11项的经济政策吼，安尼想那个11项，可能一寡个摇摇摆摆啊吼，变来变去啊吼安尼。姊妹，这是咱所面对的一个情形。所以政治学家因要推行这个政策的时阵，现在目前的情形是真侪行业面对生存的压力，真侪人面对失业的这个情形，而且发展经济的时阵会带来生态的真大问题。听讲咱现在极端的气候，嘛是因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生物的学家希望会当发出现是真好这医疗的技术。咱今仔日嘛是着真好医疗这技术，但是相时这生物的学家、生物学家，嘛有可能会制造生化武器啊。就亲像咱今仔日咧怀疑 COVID-19 是毋是一个国家伊个事业性所做出来瘟疫，然后因只要有能力会当来应该造福人群，但是现在因个专业瘫痪整个世界医疗体系。咱有真好的教育学家，希望会当解决教育的问题，会当解决教育方面的无平安。但是呢，现在吼就感觉讲大学制造真侪这论文的问题啊，今日嘛咧选举的时阵，就安尼论文的问题安尼淡薄吵吵闹闹。无论对一个政党拢是共款，咱咧工商然后在职专修拢有这大问题。现在少子化，因咧拟定过去这教育的政策的时阵，伊可能无想到现在少子化的问题。差不多大学拢收不着学生，这真侪大学，特别私立大学，可能过几年了后，拢必须要面对学校退场的问题，混乱。咱长老教会嘛有几间学校，现在听到这经营的消息拢无介好，所以我就真。隔摆若考大学了后，要报道，就去关心个报道率多少，收的学生偌济，就莫讲教育品质啦，安尼，就然后收，即马即个收偌济学生，有法度经营落去袂安尼啦，差不多是安尼。所以教育的政策是教育家所拟定的政策，结果今日大家烦恼啊，也无提升啥物教育的品质，愈来愈无好。兄弟姊妹，这是咱拄着一个问题。有一个毕德生牧师安尼讲，伊讲牧师的工作，就若亲像进入行入要到废墟的内面，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伊写足侪册，伊本身嘛是牧区的，然后照伊家己的经验讲，牧师就是行入要到废墟。伊所讲的废墟，咱是讲，当你进入到整个你侍奉的团体的时阵，信徒。甲牧师本身，你也家己注意你的健康下，安尼。所以你要处理真侪健康的废墟。
你会拄到真侪心灵不安、焦虑不安，有些心灵问题的心灵废墟，包括牧师。所以，牧师最近有一个专门咧讲心理健康的一个牧师，教士教导训练牧师。牧师，你爱保持你的心灵健康，第一项你要顾你家己把家己顾好心灵的问题、健康的问题。牧师即必须要经历到破碎的婚姻、紧张的家庭关系，甚至紧张的教会关系。我嘛处理真侪家庭的问题，安尼几两年拢处理袂好势。变讲的是遐个问题，两个人做好，安尼翁仔某两个人做好，单独跟他相处都是非常好的人，但是两个人就是无法度。我嘛捌去处理到家庭的婆媳问题，伫遐咧甲人咧讲话食饭的时阵，哇，牧师进来哦，你妈闹甲真厉害哦，安尼哦，进入到家庭中间处理婆媳问题，两个拢属于热心的基督徒，婆婆安尼真热心伫上帝团契媳妇热心伫迄个妇女小组但是两个就斗袂好，咱无得想想为什么？姊妹，这个废墟袂减少，只有不断产生。咱处理一个废墟了后，另外一个废墟佫产生。牧师伫这处理这个废墟的中间，家己嘛变成废墟，嘛家己真侪乱流的所在。姊妹，无平安，这是咱实际的状况。如果你所期待，若是讲到我哋家庭和平，所处理的状况就是逐项拢凡事顺利，咱也无其他这个代志，安尼逐项内面拢总顺利顺利行通，逐项拢安尼真交织，逐项拢是真完美的状态，逐项拢是达到sharon龙。这个范围所描写美好的状态，这嘛是咱其实的祈祷啊！我相信这也是所有的人。毋是基督徒的人，拢嘛期待咱得到的物件。所以，其实咱现今所求的平安、期待平安，其实甲社会的平安拢是共款。伫这个世代，伫这个社会，伫这个世界内面，咱得到这个世界大家所共同承认认同的平安。但是，主要所基督讲，我要互恁的，毋是这个世界会当互恁的。意思是讲，你如果伫我心上要来要求世界平安，实际状况就是世界只有苦难。最后所记录讲，我留平安互你。我互你呢，毋是这个世界会当互你的平安，然后佮讲。我将我的平安赐予你。姊妹，咱来思考一项，有时我读圣经的时阵，我发觉当我伫这个问题中间有一个困扰的时阵，到底平安是啥物？然后我就读一段圣经，世界平安，耶稣的平安。伫这中间有一个真大一个差别。然后我搁实际上进入到咱的实际上的内面的时候。只有兄弟姊妹所求的平安，拢是属于世界期待的平安。但是这种平安，连主要所基督都无得到；连这种平安，连伊的学生、使徒、军队伊人都无得到。所以圣经内面，你若是看圣经的时阵，充满是足无平安的一个状况。甚至这个使徒因写批信的时阵讲，现在恁落入到真大的苦难内面。意思讲，恁落入到真大苦难的无平安中间，但是你犹原会当伫主耶稣基督内面大的喜乐。差别是安尼。兄弟姊妹，主要是基督安尼讲，我将我的平安赐予恁，然后佮讲，伫我的内面有平安。只有伫我的内面有一个平安，所以这是平安的一个条件。所以，这种平安，就毋是咱期待，亲像人讲，你若逐种宗教都要互咱求平安的啦吼。咱若信啥物拢心内有平安，这毋是一种的心灵的感觉，因为这种感觉是不断的变动。
这就是咱信耶稣的咱若信啥物拜的时阵，嘛是共款，拢求平安啊，都无灾害，无病痛吼，安尼，嘛毋是即种真顺利真平安的环境甲气氛。有一遍有一个姊妹，就甲我讲，我说你替我祈祷咧，祈祷互阮婆媳较好咧，安尼，互阮媳妇较听我的话咧，吼安尼，我都毋知要安怎祈祷。这是伊所期待的平安希望我会当替伊即种祈祷，我都毋知要安怎祈祷安尼。我嘛讲你婆婆爱较较疼媳妇咧，这是种诶，这毋是耶稣的平安。这是你的平安，你认为的平安，世界平安。咱拢伫迄个惊吓内面，虽然环境无啥变化，但是你嘛有可能心内真大焦虑。主要说的平安到底是啥物？伫圣经内面讲到，其实主耶稣基督，伊本身就是平安。咱所期待的某是一种环境，咱所期待的平安是一个氛围，是一个外在条件变化。是某一种的环境的顺利，那是一项物件。但是这个所在讲到一项，主要所基督，伊本身就是平安。所以，伊讲劳苦背重担的人，就来到我遮，我要互你得到安息。这个所在毋是讲你来到我遮求这物件，所以一切互你失去平安的环境甲条件，拢会当替你解决，无安尼讲。咱是讲过来到我遮，我互你得到安息。世俗遮一切无平安的条件因素，还佫存在伫我的内面。来到我遮，我互恁平安安息。你要怎样来体会诗篇23篇？拢是讲到咱甲伊的关系。伊就是咱的溪水边青草坡。所以你可能主啊，你著互我一个溪水边下，你著互我来到青草坡，安尼我伫迄个所在、迄个环境中间，会当得到真好安息，啊，袂遐尼艰苦安尼。但是，真正溪水边青草坡，意义就是主耶稣基督伊本身。咱生活伫一片的废墟内面。咱伫真无平安的苦难内面，但是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你发觉有时废墟也阁存在，但是咱会当有正确的观念来看待这个废墟，然后咱会当脱出这个废墟混乱的情形，互咱的生活伫这个处事内面。最近一个牧师甲我讲一项，伊就讲阮教会吼，一个非常非常热心的姊妹，非常非常好，不过家庭是真大一个问题。但是这姊妹会当超越这物件，婚姻有一个真大问题，因为丈夫无信主，有真侪代志伊无了解。但是这项代志虽然我知影是真大苦难，但是无受到这束缚，犹原真教会热心服侍。咱有一个姊妹2礼拜前去参加伊的追思礼拜的时阵，伊就讲一项。这个姊妹非常热心，伊伫美国病床的时阵，心内有真深的平安。一个姊妹每一日工甲伊敲电话，对台湾用视讯甲伊敲电话祈祷，所以伫病床中间非常无平安，已经到终末的时阵，伊讲伊心内有真深的平安，甲伊祈祷。三当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安尼。一切废墟还佫存在的时阵，因伫心内有真大一个平安。一切环境互人不安，真侪挂虑、苦难的环境还佫存在，但是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咱就重新得到开力，咱就勇敢付出，咱就面对苦难，咱有继续有开力向前。共款每一遍来祈祷的时阵，非常野善。伫祈祷中间，常常有兄弟姊妹来分享到伊的问题，可能工作的问题。可能伊个家庭的问题，可能拄着一个健康的问题，但是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三当祈祷的时阵，因定心得到开力，因心内真正的平安，因为我靠真正的平安。有时我想讲，这个非常奇妙一个方式。
有时我嘛感觉非常野心，足无想要聚会啊，足忝安尼。祈祷了后，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了后，3顿聚会了后，定心就开了，非常迄种灵魂静养的感觉，平安。姊妹，这嘛是时常咱遇到真大的困难，甚至我若是面对服侍这个难题的时阵，定心来到主的面前，才有法度得到真大的平安。姊妹，主耶稣基督就是咱的平安。平安，毋是一个外在的环境，平安毋是一个顺利的一个外在氛围条件，平安就是一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平安的条件，毋是解决所有一切问题，平安的条件，乃是甲平安的主建立一个关系。我相信咱有当体会，当咱伫一无安全、一惊吓中间的时候，某一个你通挖起的人出现，有你我就放心啊！安尼。外在环境还佫真困难，还有真大一个问题，有你伫的我就足放心的安尼。平安，平安是一种的关系。伫世上，你会当怎样去找到一个人，你会当完全挖靠的人呢？可能有时会是，但这个人本身嘛有可能伊的能力有限。但是主耶稣基督讲，我就是平安，伫我的内面有平安。我只有来到我这，才能得到安息。除了我以外，伫世上你无法度找到平安。这主要所基督伫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内面所讲的，伫世上有苦难，世界无法度给你互你平安。你要伫世界得到平安，这是无法度，因为世界就是制造苦难的所在。但是只有来到我这个所在，我要互你得到平安，得到安息。所以平安乃是一个人，平安的路径乃是甲平安的主建立关系。虽然是安尼，咱又原来要探讨一项，咱今日嘛经验这个事。咱今日伫真无平安的环境中间，咱常常来到主的面前。但是什么时阵，咱才会当达到完全的平安呢？咱第3遍要来讲平安的时阵，要讲到这个事。平安是一个愿望，咱三角来祈祷。主啊，你就是平安，只有伫你内面，甲你相结连，我就平安。平安是一种的关系，所以只有甲你建立，甲这位平安的主建立关系，常常来到你面前，我伫你内面有真实的平安。我在风影、波浪、幽怨遐尼大，我在环境，阮所拄着问题，幽怨遐尼艰难。主啊，阮欢喜来到你面前，你就是阮平安的港湾。我要献上感恩，我要将一切愿望放伫你。主啊，阮甲你无相离，我会当伫你内面得到真实的平安。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阮做伙来唱回应诗，圣诗156首。主爱的爸所听的主，主爱的爸所听的主，求赦阮的罪孽，佮赏赐阮心神正义，互阮用圣洁服侍伊，生存敬虔人生。请咱大家起立来求全寿。
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列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马是圣礼典的时间，请牧师来主持。咱首诗是355首，陪伴咱的心，今日咱要领受杯甲饼，也透过这杯甲饼所表明上帝听，主要所基督所带来救恩，带互咱平安。恁囝仔着我担重担的着就分我要互恁红叶。我就是换命饼，就分我的人我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分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你。祖弟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是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所以，阮伫遮设立杯甲饼，表明主，你身躯为阮拍破，你的宝血为阮流出，你成就救恩。你就是和平的离君，你透过救恩带互阮平安。
甲上帝和好平安，以及你带互阮伫你内面所得平安。伫这世上，阮会担着平安的滋味，安尼我会当仰望伫主你过来的时阵，我会当得到完全的平安。主你来，也是阮去伫遐。当阮家己永远徛起，安尼阮伫住伫永远平安的内面。透过这个八角饼，互阮会当来照亮主你为着阮所带来平安的一个现在甲未来。我献上感恩，恳求你透过圣心，互阮晓悟明白圣餐八角饼的意义。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平安就是阮的中心的经验。上帝就是平安的源头。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带来平安。来大领受八角饼，表明咱甲上帝国家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三角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被我的杯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
因为做咱甲上帝建立。圣经讲，透过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就现今咱所领受的，咱就好当来到上帝的面前。透过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来当就归上帝面前。这是到上帝关系的互还。透过主耶稣的十字架，成就和平。主耶稣所讲，这个血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你要是，就今安尼来纪念我，来三角来领受。主耶稣把你叫领受这个八角饼，来明白这个八角饼的意义。就透过八角饼。伊成就救恩，我会当经历和平平安。主，我来到你面前，透过你，我会当甲上帝相同和好。但是主你的内面，亲近你，我安尼我会当对你得到你的平安。得到你就是得到平安，我近你就近你就是带着平安。主，你听我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时，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请服侍同乐当工。
去。请大家压落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感谢你赐予阮逐项恩典甲恩赐，互阮得到智慧甲财富。当献上阮的金钱为你所用，表达阮的感恩，愿你接纳，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请咱掀开周报，咱来看本会消息。咱先看第3项。小会伫8月27有决议，第1项，咱委派陈义玲执事担任球类福音团契会长；第2，委派陈文静长老做明年的第2长老；第3，申请新学生张敦业同学伫新的年度继续实习；第4，有定10月23来召开临时好会来补选中执。来看第4个消息，中执会顶个主日8月28也有决议。决议第1，委任陈文静长老来召开圣诞节特种活动的筹备事宜。第2，请各团契小组、事工团队为着公园教会网站来写文图来介绍。第3，推动全教会祈祷小组伫线上的祈祷小组，来建立关怀的网络。第4，第2期的幸福小组，咱有定伫9月中旬来筹备10月开始来实行。第5，今仔日下晡中昼啦，今仔日中昼12点到1点30来恢复实体的聚会。第6，妇女团契拜3到月初7开始聚会。第7，少年团契有灵修，若要参加的人，请向麦爸爸来报名。第8，圣诞节的筹办会有定伫9月18要来召开，请大家注意。第9，第2期的幸福小组有定伫10月16开始，请大家来为这项事工来祈祷。来看第3页。教界的消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甲报告一项。第2，台中中会中明教会9月18礼拜日下晡3点，要举行赖金军牧师就任青年教育牧师的受职礼拜。感谢俄罗主，毋知牧师有啥物要补充的无？咱迄个少年团契吼，14到15个灵修旅游，现在佫有名额，所以这个闽台长老就讲，牧师爱推，爱小可鼓励大家参加，所以咱即摆佫有名额啦吼，伊最少爱30个较有成团，吼安尼，这中间佫欠1、2位，吼安尼，所以当然咱若参加的时候会当超过30啦，吼安尼最少爱30，所以佫有欠。1、2位吼，所以个人兄弟姐妹来参加啦吼。因为即道迄个游览车敢若有政府这边的补助，所以即个费用会较少吼安尼。那迄个关怀小组的大多数就是讲咱若咧进行即个 RPG 的时阵吼，咱有共同为教会大多数即个部分就是啦吼安尼。希望咱各小组即祈祷小组会当拢安尼。共同为着咱教会这重要事工来祈祷吼。迄个经济牧师吼，伊9月18
要来就任。所以咱的有青年甲迄个助理2差不多20名会去吼。我阮也有要去啦吼安尼。所以不过会先参加咱9月18的即个筹备会。筹备了会了，我会出发吼。所以咱有兄弟姊妹要去的吼，咱会当干事小讲一下吼，讲我嘛想要参加吼安尼。希望较侪人去，对伊一个鼓励啦吼安尼。所以咱差不多助理2甲迄个青年差20名。才估计，我是来讲可能30名啦吼，搁加10个吼，安尼，咱去也是安尼带来祝贺这项代志安尼吼。多谢牧师的补充，这是咱来唱祝福车恳的诗歌，圣诗394首，请起立。基督稳定，特别上帝疼痛，圣神赏赐的听，喜乐平安，甲咱众人三甲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遥遥无期了。像下午那个部分，就是像郭佩仪